2026年嘅驚蟄喺3月5號，代表春雷始鳴，萬物復甦，迎嚟生機盎然嘅春夏時節。恰逢呢，亦都係今年嘅第一個天赦日，可以話係全年數一數二嘅開運好日子，好適合開啟新嘅計劃，特別會事半功倍。驚蟄喺南方有個歷史悠久嘅習俗呢，就係我哋成日講嘅打小人，特別係喺香港，據說打小人呢，喺煞氣大嘅三叉路口呢係最適合嘅。而喺香港銅鑼灣鵝頸橋下邊位處路面就呈現一個三叉狀嘅地帶，所以每逢喺驚蟄前後嘅時間，呢度呢就會聚集一大班高齡，但係喺打小人上面非常之專業嘅婆婆。可能因為佢哋長期專注係做緊一件事，所以呢能量係特別厲害。好多善男信女同埋外國友人都會嚟參觀同埋係體驗一番。咁而呢一日呢，我哋可以做一啲決策嘅重要事情，比如定下我哋今年婚禮嘅吉日啦，傾掂一個項目落地實施，換一個新嘅錢包，或者將我哋嘅書台、辦公台清理乾淨、整齊等等。早上起嚟呢，我哋可以許下今年美好嘅願望，萬事皆可成，福隨好運至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